而家係5月4號，香港時間夜晚接近9點鐘。當你望住呢一個 Gold Price 嘅網站，佢係同一時間顯示黃金同埋白銀兩個貴金屬嘅現貨報價。當你睇住兩個本質咁唔一樣嘅貴金屬，佢哋嘅走勢係咁相似，咁齊上齊落。一次係意外，兩次係巧合，三次或以上呢，你就好難睇唔出呢個係一個 pattern 嚟㗎咯。有啲乜嘢人嘅勢力可以大到管理得黃金同埋白銀？一個係儲備，一個係工業用途嘅貴金屬，可以個走勢咁相似。呢啲金商除咗買賣黃金之外，亦都買賣白銀、白金同埋巴金。喺期貨市場入邊，佢哋要提供流通性。當好多投機者選擇去揸好倉呢，咁佢哋就要提供淡倉嗰一邊嘅流動性。冇人做淡呢，佢哋自己就要做淡㗎咯喎。一張好倉，一張淡倉，咁先至可以完成一套合約。又或者調轉，當冇人做淡倉嘅時候，佢哋就要焗住提供流通性，就要出嚟做好倉。咁你諗都諗到啦，佢哋計過條數，如果有得黃金升，而個個都揸好倉呢，咁佢咪要賠錢？咁冇人做呢啲蝕本生意㗎，自然就會諗到點解有急升，點解有急跌。當呢啲大手嘅買賣，主要都係期貨合約，因為唔使交割，因為只係需要10至20% 嘅按金，你就可以參與一個好大額嘅買賣。當你槓桿你嘅本金，同時亦都會槓桿你嘅風險，所以只要佢要急升，咁啲淡倉就會死晒。調轉，當佢急跌，啲好倉就會血流成河。呢一啲操作喺過去呢，反反覆覆都差唔多睇到你慣咗㗎啦。如果你喺高位入咗現貨黃金或者現貨白銀，使唔使瞓唔着呢？我相信你要諗翻起當初你點解要去買現貨黃金或者白銀。持有現貨黃金同埋白銀，目的係為咗保存你嘅購買力。發幣風險隨時都存在。而家嘅通脹大家都知道係越嚟越黐線。我自己係1安士嘅黃金或者白銀都係冇沽出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金商，當你嘅庫存黃金或者白銀現貨一路越買越少嘅時候，你都要補翻貨㗎。你都會好想好平補翻，係咪？但係你好難好平補貨又好貴賣翻出去，係冇可能㗎喎。所以你見到嘅，就算偏低咗嘅現貨報價或者係期貨價都好啦，佢都係有相當程度反映緊嗰個貴金屬價值。首先唔好俾情緒影響咗你。當你見到呢啲國際報價，現貨又好，期貨又好，個樣咁樣，個心係咪揦住痛？但係當你清醒啲，你去睇下，你喺市面上真係買得走嘅1安士黃金或者白銀要幾多錢？嗰個係接近真相多啲。如果白銀真係跌到冇人要嘅話，點解唔跌返落去10幾20蚊？佢做得出㗎喎。點解而家 LPM 要買一個現貨嘅白銀楓葉仲要接近90蚊？點解去利昌仲要排隊？點解仲要限購？應該係任你要幾多有幾多先至啱㗎喎。點解呢一啲現貨嘅白銀仍然係咁貴？係咪真係唔憂買？你問我驚唔驚？我就係一啲都唔驚，因為喺 Covid 嘅時候，即係2020年或者係2021年嗰陣時，白銀嘅國際報價係去到28蚊。我喺31蚊左右，我係買咗好多白銀喎，現貨喎。跟住佢嘣一聲就跌到落去15、16蚊，都未完喎，係碌到落去12、13蚊喎。個國際報價好似係更癲喎，好似係我朋友話俾我知係去過10蚊，
定係11、12蚊？即係嗰個心臟可以承受個壓力呢？即係我已經測試咗㗎啦，我通過咗呢個考驗㗎啦。唔知呢啲係麻木啊，定係真係變得好堅強呢？我係好難分得出兩樣嘅分別嘅，究竟係麻木定係真係好堅強？反正我就係唔驚啦。又或者咁講啊，當你諗下敵方點解要將價錢咁樣對法，你覺得你睇完呢一啲報價之後有咩感受？你嘅感受就係敵方想要你有嘅感覺。當佢哋可以操控你嘅感覺，就可以操控你嘅決定。睇完之後係咪個心都實晒？日日都係咁樣，升得2蚊又跌返2-3蚊，跟住升得5蚊又跌返6-7蚊。你係咪好想沽晒佢？呢個就係 exactly 呢個氣氛想得到嘅效果，就係想你沽晒佢哋出去。就好似當黃金同埋白銀升得好高嘅時候，嗰種決心同埋勇氣，同埋咁無懼無畏嘅精神，嗰種咁肯定嘅情緒，又係邊個俾你嘅？咪就係個市場咯。佢哋當時俾你嗰種情緒，得到乜嘢效果？就係啲人唔問價都衝入去買。呢個就係佢哋控制情緒、控制敵方嘅決定。又或者咁講啊，唔將啲錢拍喺黃金同埋白銀嘅現貨度，你有咩打算呢？係咪做定期，定係買收息股，定係去買層樓？咁啊仲驚！而家咁樣就要失眠嘅話，你買咗嗰堆嘢呢，我驚你哋會精神衰弱喎。我以上講嘅全部係我真心相信嘅事實，而唔係喺大家俾牛肉刀拖咗2刀之後呢，就俾塊藥水膠布你貼住，唔係嗰種安慰。希望你鍾意呢個 video，請你 like 呢個 video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多謝。